这个民进党的立委所组成的五一战队，早起一透早到台中的南屯，甲台中在地议员做伙伫咧路口宣传罢免掉当地国民党的立委廖伟雄。那廖伟雄这几天地方大大小小的代志拢有参与，嘛甲周万安、韩国瑜、罗秀燕做伙参加反罢免的活动。拜托，7月26日。透早，民进党立委何欣顺、罗美玲单手抱顶顶，徛伫咧台中南屯的街路口，大声甲来往的民众宣导，希望因来支持罢免当地的国民党立委廖伟雄。大罢免！大罢免！经过民众为支持，为大头目向下批敢若无东西，这是由立法院民进党委员组成的五一战队，伫咧大罢免前到各地站路口。不过除了来宣传罢免，立委何欣顺嘛甲台中市长罗秀燕发声。市场不能人前表示温暖，那人后呢，在政治的造势场合上说这种狂妄自大的事我觉得我们台中人是很温暖的。会批评罗秀燕目睭生伫咧头壳顶，因为罗秀燕前几天伫咧国民党的反罢活动，批评民进党无伫咧救灾。因为我台中人还在帮你救灾。那罗秀燕批评民进党廖伟雄对民进党立委透早伫咧南屯徛路口，嘛来回应讲，应该把重点放伫咧救灾，应该把更多的心力放在协助灾民投入重建，而非将政治操作摆在前面。廖伟雄最近除了参加反罢免的活动，嘛免来参加地方上的亲子活动。另外，台中第5选区立委黄建和做真侪种手板，为批评民进党担输赢发起罢免，为是反颠倒口水总统赖清德11个讲法，互支持者伫咧造势场合压力增加声势。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